立法院通过行政交通安全实施条例，要求中央和地方要制定计划改善交通。不过有一寡地方政府认为新法煞袂行，亲像宜兰市公所，干那要甲中山路3段的变电箱拆掉，都因为无经费，无法度处理。行伫宜兰市中山路3段的人行道，会一直互变电箱阻挡。若拄好这路段无电话卡，民众都爱驶过变电箱。行伫斜路，人车将道真危险，互行人真困扰。有时候会很危险，有时候假如说有那个妈妈推小孩子，有时候都会去撞到。如果可以改善的话是更好。毕竟行人走的地方。立法院通过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规范中央甲地方爱订定行人交通安全推动甲改善计划。若遭有妨碍行人通行的固定设施，爱要求限期改善，违者相关会当罚15万。会在相应的新建工程或者是环境改善的部分，才会一并去做下地的一个动作。也毋过部分地方政府认为新法推动困难，以宜兰市中山路3段为例，主管机关宜兰市公所认为，因为无争取到环境改善的相关补助，工程经费可真大，短时间真歹移除人行道变电箱。地方政府会来持续的关注整个相关执法跟施行细则的公布的时间也来能够了解整个相关细节如何来执行。县政府表示，目前新法也未看到相关处罚甲施行细则，也无法度执行。会伫相关法规出来进前，周边预算针对爱改善的人行道进行盘点甲规划。记者综合报道。